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台湾第一座的造飞机故事馆，会当看到台湾航空发展的历史。一件一件珍贵的航空文物和战机模型，由汉翔航空工业和上远文旅共同打造的造飞轮机故事馆，代表台湾航空产业为过去到今开山造路的影子，也让大家知道航空产业是我们国家重中之重的一个火车头产业。了解起飞的历史、战机的研发、飞弹科技和无人机现象等等内容。现场可以当看到原春节的飞弹模型，拥有起飞员的飞行衫和这珍贵的航空文物。那这也就是更杰出重要的，就是国机国造跟国防自主的重要性。故事馆的成立，就是希望让民众了解国际国造和国防自主的重要性，嘛看见台湾航空产业发展的精彩故事。